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2章。尼布甲尼撒坐位第2年，伊梦到一个梦，这梦互伊心真烦，困袂去。王就下令召集术士、行法术的、行邪术的，到丞相家来，爱因将王的梦甲伊讲，因拢来徛伫王的面前。王甲因讲：我梦到一个梦，心真烦，爱要知这个梦是甚物意思。遐个丞相家用阿兰语对王讲：皇上万岁，请将迄个梦甲你遮个仆人讲，互阮通解说迄个梦的意思。王甲因讲：我已经决定，爱恁将我的梦甲我讲。恁若无将我的梦甲我讲，搁解说互我听，我就要斩断恁的骹手，恁的厝嘛会变做粪扫堆。毋过，恁若甲我讲迄个梦甲梦的意思，恁就有赏，会得到礼物，搁得到极大的荣誉。现在就将迄个梦甲我讲，搁甲我解说。因搁一遍甲王讲，请皇上将你的梦甲你的仆人讲，阮就会甲王解说。王就讲：我早就知恁咧拖时间，因为恁知我讲话做袂到。恁若无要甲我讲即个梦，我会甲恁判刑，因为恁强无要骗我，等候时势改变。等恁着将即个梦甲我讲，我就知恁真正会晓解说即个梦。遐个丞相家搁对王讲：世间无人会当将王爱知的事讲出来。还毋捌有君王、大臣、统治者要求术士、行法术的丞相家做即款代志。皇上问的问题实在真困难，除了神明以外，无人会当回答皇上的问题。因为安尼，王非常生气，下令要杀死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。这个命令，一个发出，人就去找但以理甲伊的同伴，嘛要甲因杀死。王的侍卫长亚略出去要杀巴比伦有智慧的人的时，但以理用婉转智慧的话，对王的侍卫长亚略讲：王是安怎发出遐尼紧急的命令？亚略就将代志的经过甲但以理讲。但以理就入去见王，请求王延长期限，通互伊甲王解说梦的意思。但以理倒去伊的厝，将即个代志甲伊的同伴哈纳尼亚、米沙利甲阿撒利亚讲，因祈祷求天顶的上帝怜悯，将即个梦的奥秘指明，互因毋免甲巴比伦有智慧的人做伙受害。迄暗，上帝就伫异象中将迄个梦的意思甲但以理启示，但以理就上赞天顶的上帝，讲：愿上帝的名得到称赞，世世代代无穷尽，伊专智专能，伊改变时间，变换季节，伊废除王，选立王，
伊互智慧的人有智慧，互聪明的人有知识。伊启示奥秘隐密的事，伊知暗中的一切，光甲伊同在。我的列祖的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称赞你，因为你赐我智慧甲才能。阮求问你的，你已经启示我，将王爱要知的指示阮。但你就去见王，派去要杀全国有智慧的人的亚略，对伊讲：求你毋通杀死全国所有智慧的人。请你甲我引荐去见王，我会当甲伊解梦。亚略随时带但以理去见王。亚略对王讲：我伫狩猎的犹太人中间找到一个人，伊会当甲王解梦。王对叫做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讲：你真正会当将我的梦甲我讲，佮解说互我听哦。但以理应王讲：王所爱知迄个奥秘的事，有智慧的行法术的术士卜怪，无一个会当甲王解说。只有天顶迄位上帝，才当将迄个秘密启示出来。伊已经将未来得要发生的事，甲皇上指示啦。你梦到的甲伫思考的意象是安尼：皇上，你伫眠床伫想有关将来的事，迄位启示奥秘的主，已经将未来要发生的事，通过即个梦甲你指示啦。不过，我会当明白即个奥秘的启示，毋是因为我比所有的人较有智慧，是上帝要互王知影即个梦的意思，互你知你心内伫想甚物。皇上，你伫梦中有看到一座非常大仙的像。即座像真悬，阁非常灿烂醒目，徛伫你的面前，形状非常可怕。伊的头壳是纯金的，胸坎甲手是银的，腹肚甲腰是铜的，大腿是铁的，下面下骹是铁甲土蓝的。你咧看的时，忽然有一块毋是人的手拍的石头，拍着迄座大象铁甲土蓝伫做的骹，甲骹拍碎。即个大象铁甲土铜银金大部分煞拢做一个喙糊糊，喙甲亲像热天的五谷场的粗糠，互风吹散，连一丝仔都找无。迄个拍着大象的石头，变做一座山，大甲甲全地盖起来。以上是王做的梦，但我要将即个梦的意思甲王说明。皇上，你是列国中上伟大的王，天顶的上帝已经将国家、权柄、威力、尊荣，拢赐予你，嘛将住伫逐所在的人、野地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，拢交予你管理。你就是迄个金的头壳。你以后会有一个比你较弱的国家兴起，然后有第三个亲像铜的国家要掌管天下。后来会有第四个国家，伊会亲像铁遐尼重、遐尼强，铁会将逐项物件拍碎。迄个国嘛会亲像安尼，甲所有的国家拍倒。
拄照你看到的，用铁甲烧毁师傅的图连做伙做下骹甲骹指头仔，是指一个未分裂的国家，毋过伊犹是有亲像铁的气力。遐用铁甲土连做伙做下骹指头仔，表示即个国家一部分强，一部分弱。拄照你看到的，伊是铁甲土连做伙的，是指即个国家的人为甲别个种族通婚生囝，毋过因袂团结，亲像铁甲土袂当结合做一个。遐王在位的时，天顶的上帝为建立一个永远袂灭亡的国。这个国的主权袂互列国抢去，颠倒为拍倒毁灭所有的国家，伊要永远徛在。照你看到的，迄粒对山顶高落来，毋是人的手拍的石头，将铁、铜、土、银、金拢拍碎。至大的上帝互皇上做即个梦，就是要互你知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你的梦是真的，梦的果说是确实的。尼布甲尼撒王就趴伫涂骹拜但以理，佮命令人送礼物甲香料互伊。王对但以理讲：恁的上帝真正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，是奥秘的启示者。伊互你会晓将即个奥秘解说互我知。王就高升但以理，赐伊真济上等的礼物，派伊管理巴比伦全省，佮设立伊管理全国有智慧的人。王佮接受但以理的请求，派沙得拉、米沙、阿别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。毋过但以理留伫王宫侍奉王。